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讲做代志都爱抓重点，就是爱先处理上界重要的代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要重要的要，读以后要第三条。这个要本身就重点的意思，咱讲是重要、必要、重要的，咱讲是要紧；那是需要的，咱讲是要用。另外，个重要的代志就是要务，重要的秘诀，咱讲是要诀、要领、甲要点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要，像讲要求，嘛人读做要求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要点，就是重点，会当讲是讲话或者是册内底重要的所在。第二个词读做无要无紧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无责任感，有甲无拢无精差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读册，佮抓无啥要点，佮规工啊伫要考试，看伊安尼无要无紧。颠倒是父母替伊足着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要，另外一个音读做要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